闽南语拼音练习单词中篇度，人工出版社第2部分闽南语拼音综合练习第25课读讲练习。第一，这安怎读？唱歌，唱歌。第二，这安怎读？跳舞，跳舞。第三，这安怎读？哪天，哪天。第四，这安怎读？湖口，湖口。第五，这安怎读？尖石，尖石。第六，这安怎读？劳动，劳动。第七，这安怎读？新营，新营。第八，这安怎读？对分，对分。第九，这安怎读？情绪，情绪。第十，这安怎读？快乐，快乐。11，这安怎读？剔口，剔口。12，这安怎读？大笑，大笑。13，这安怎读？哀伤，哀伤。14，这安怎读？受气，受气。15，这安怎读？果子，果子。听写练习。16，这安怎写？弄球，弄球。17，推行，推行。18，挂号，挂号。19，才华，才华。20，应付，应付。21，忍耐，忍耐。22，后悔，后悔。23，电影，电影。24，电视，电视。25，司仪，司仪。26，参谋，参谋。27，人参，人参。28，生产，生产。29，刷毛，刷毛。30，研究，研究。作者陈树忠，校对者陈金泉，人工出版社出版。